这算什么？你们是在戏弄老子吗？啊！达尼尔大人，能不能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？你也听到了，观战团不满的声音已经压不住了。非常抱歉，系统出现了一点小故障，我们会尽快排除的。哦，只是小故障吗？是的，请各位稍安勿躁。嘿嘿嘿嘿，哈哈哈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找到了。啊！是我的部件！哎，打赌是我赢了吗？你，安丽姐，赶紧回来！安丽姐，小心！安丽姐，别过去！凯莉，放心，她没事的。姐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不过那个部件没拿到。打赌还能算我赢吗？哼，当然不算了。哼！啊！快把我的部件抢回来！绝对不能再让它落到迷宫之主的手里！我来帮你，部件！啊！紫藤！这，嘿，嘿嘿，呵呵呵。各位参赛者，我是大赛裁判长丹尼尔，现在要宣布一项重要通知。哎，丹尼尔！哦？啊！是他！哦，有画面了！是丹尼尔，他在说什么？各位参赛者，我是大赛裁判长丹尼尔，现在要宣布一项重要通知。这是又要搞什么花样吗？从现在起，迷宫战的规则将有部分改变。改变规则？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将增加一个限时的特殊任务，只要参赛者们能打败迷宫星上的某个特定目标，就能达成全体通关。我吗？但是，若超出时限，仍然没有打败目标，那么很遗憾，迷宫星将被彻底摧毁。迷宫星上的参赛者们也将无法继续比赛。什么？
怎么能这样啊？哼，这有什么？上面那些人把我们当猴耍，又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可是，那是紫檀啊！嘿嘿嘿嘿，好玩，太好玩了！紫檀，那早就不是紫檀换了。最后提醒一下各位，这个对手非常强大，如果不能同心协力，你们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。时间紧迫，希望各位话太多了，你们这些小虫子！别磨蹭了，我就在这儿，快来跟我一起玩吧！你怎么看，阿米修？邪恶就在眼前，身为骑士，我不会坐视不理。但是，这不意味着我会与恶党联手。哼，疼！我也不喜欢比我还嚣张的家伙。那个东西好像挺厉害的呀，终于能痛痛快快打一架了。哎，帕洛斯，我们也上吧。等一下，佩里。干什么？要是那光被别人干掉了，我们就没得玩了。现在还不是我们出场的时候，相信我，再等一下。各位，系统故障已经排除，大家可以继续享受观战的乐趣了。丹尼尔大人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。在本轮比赛中，我才是唯一有权制定和更改规则的那个，不是吗？对此我很抱歉，紫堂家主大人。但是，这是来自七神使的命令，我也不能违抗。什么？这次特殊情况造成的损失，一定会有一份让您满意的赔偿，望您能接受。但愿如此吧。虽然吧，人越多越好玩，不过再这么等下去也太无聊了。你们先陪我玩会儿吧。紫檀，你不认识我们了吗？紫檀，那是什么？能吃吗？你到底把紫檀怎么了？快把它还给我们啊！这么想见它，也许把你吃掉的话，你们就能见面了。啊！这么弱？不，手感不对。哇，真好玩呀！再来呀！切，这家伙看来不是一般手段能干掉的。那是你们的攻击太弱了。别怕，凯莉小姐，这边就交给我吧。好啊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好，这种邪恶的怪物，啊？我还米修来打倒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能杀他！他不是什么怪物，他是紫檀幻啊！我们该想办法救他才行啊！小子，不要妨碍我的狩猎，否则我连你一起干掉。雷士，什么玩意儿？最好别乱来。好，乱来又怎么样呢？姐，我不知道他跟紫檀幻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现在他已经毫无疑问地变成了会威胁到所有参赛者的怪物，而且这种邪恶的原理，简直就是……对不起，
我必须打倒他。可是，无聊。这个劲，你们到底还要唧唧歪歪多久啊？这个整得好无聊了，无聊到想大闹一场。那就再见吧。加杜罗斯，这就是那个强大到无法战胜的家伙吗？切，简直可笑！别大意，加多罗斯，他没那么简单。格瑞，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这么小了？不错嘛！接下来看我的吧！这什么怪物呀？根本打不赢吧？可我还是想试试啊！怎么，已经玩不动了吗？那么，现在轮到你们来陪我玩了吗？果然，开始吧。是，丹尼尔大人。